歌手 A.Lin 在去年发了6首单曲，演了电影，又在实境节目《欢乐之城》挑战一镜到底音乐电影，也将努力在今年推出专辑。因为不断求新求变的个性，当他下了舞台，甘愿收起锋芒，做一个用影像记录别人的摄影师。未来还想结合兴趣，开摄影展。记者 vs 歌手 A.Lin， 这是我今天的摄影师。嗨，我是 A.Lin。拿下相机，用新身份自我介绍。歌手 A.Lin 收起舞台锋芒，做一个用影像记录别人的摄影师。拍摄过程不断说出摄影师台词，专业又可爱。2018年 A.Lin 因为工作关系成了空中飞人，因此决定学摄影，透过镜头记录各地的人、风景和美食。歌手 A.Lin 马尼拉还有泰国，我最喜欢拍的是那种走在街上的人。新的一年非音乐的计划，成为旅行摄影师。A.Lin 去年演出电影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，还唱红主题曲，又在大陆实境节目《欢乐之城》挑战一镜到底音乐电影，共发了6首单曲。转换身份后，光是一台黑白相机就砸了30万。歌手 A.Lin 细节的东西你都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，他就是拍黑白很好看。未来除了想开摄影展，竟然也想挑战这件事。歌手 A.Lin， 不然我先来当那种拍大头照的摄影师好了。你说拍证件照，对，拍那个证件照最难，要怎么把人家拍美？幽默笑说，自己没有一张证件照是好看的，表情动作和灯光都是学问，把精力转为照片，忙碌及丰硕收获之余，A.Lin 求新求变，成了粉丝最佳效仿对象。